店员无用咧切鸭肉，放伫盘仔内底，准备要送互人客。几下底鸭肉香气杂足，充满鸭香味，互人闻甲嘴软、擦擦滴，真侪人拢下这味。不过即马鸭肉嘛要起价啊！台北一间有名的巷仔店伫面车铺会室的文章写鸭的介绍，直直咧起，必须伊嘛对咧起，建议兼食鸭肉。调整鸭肉介绍的毋若即间，阁有中华业者嘛咧起价。店员自鼎提出一只拄烘好的鸭，鸭的外皮真大，内底阁真油，看起来真蓬酥。不过这只鸭自800起到900。去年到年底已经涨了25%，他们厂商还说应该还会再涨的。我有调涨到10%左右。巷仔阁有当归鸭的店家讲，最近鸭肉的量真少，去年年底时介绍已经起25%左右，互因不得不起价。连宜兰的鸭商店嘛受到影响。有到1-2成哈。鸭商的店家讲，因为欠鸭肉，商品拢起2成左右。去年9月就欠这鸭，又欠生鸭的鸭母，嘛生啊少，吼，因为关的都有点仔淘汰掉，吼，育成率、产蛋率拢无好。协会强调，这波欠肉鸭的起价条是因为天气伤寒，温差真大，加上鸭的育成率无悬，加上疫情带动网络买物件的风潮有冷藏冷冻鸭肉的需求，才会造成鸭肉数量无够，互鸭肉的介绍直直创历史新高。估计到今年热天，供需拢还未回稳，只是即马全台湾要等咧欠卵，即马连鸭肉搁卖对咧欠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